嗱，各位觀眾、各位網友，頭先咧聽一單好搞笑嘅嘢，係關於結婚生仔呢樣嘢嘅啊，同埋嚟講咧都係關於我國偉大國情嘅。首先點樣咧？3句説話。第一就係、如果結婚係好嘢嘅話咧，根據我哋偉大國情咧，結婚係需要走後門嘅。走後門啊！屌你！嗱，第二樣嘢，如果結婚證係樣好嘢嘅話咧，根據我國國情咧，結婚證係需要考試嘅。第三樣嘢，如果生仔係好嘢嘅話咧，根據我國國情咧，生仔係需要抽籤嘅。所以結婚係咪一個好嘢咧？根據我哋國家嚟講，結婚生仔攞結婚證啊，攞出世紙係一件好嘢咧啊！咁講穿咗係咪韭菜啊定好嘢咧？同埋我講3個比喻啱唔啱使，搞唔搞笑，過唔過癮，分唔分離咧？當然啦，我其實都笑中有淚啊！屌你阿媽真係啊咁啊！屌你！